大家好，我是高辉老师。今日要来讲初阶台语初阶台语菜色甲果子的讲法咯。欢迎外国朋友也来学，欢迎外国朋友嘛来学。第一个芭乐，芭乐，中文芭乐，芭乐。第二个红果，红果，嘛会当讲令果，令果，就是苹果，苹果。第三个香蕉，香蕉，中文就是香蕉，香蕉。第四个柑仔，柑仔，中文就是橘子，橘子。第五个旺来，旺来，中文就是凤梨，凤梨。第六个来呀，来呀，中文就是梨子，梨子。第七个榴莲，榴莲，中文就是榴莲，榴莲。第八个西瓜，西瓜，中文就是西瓜，西瓜。第九个黄瓜，黄瓜，中文就是香瓜，香瓜。第十个硬菜，硬菜，中文就是空心菜，空心菜。第11个菜瓜，菜瓜，中文就是丝瓜，丝瓜。第12个花菜，花菜，中文就是花椰菜，花椰菜。第13个白菜，白菜，中文就是白菜，白菜。第14个香菇，香菇，中文就是香菇，香菇。第15个干妈咪，干妈咪，中文就是番茄，番茄。第16个毛豆，毛豆，中文就是毛豆，毛豆。第17个叶啊，叶啊，中文就是茄子，茄子。第18个红地豆，红地豆，中文就是皇帝豆，皇帝豆。好，咱就先到这，我们就先到这边咯。多谢收听，多谢大家。